好，来继续来看经济部绿能科技产业推动中心的政府执行长刘奕仁有一个封号“小英男孩”，都是前总统蔡英文所栽培的人。讲伊涉嫌甲2间绿能业者来收钱，帮忙去甲台电施加压力，超测用电，结果去又检调搜索约谈，申请收押禁见。 有向业者受贿吗，郑先生？面对记者问话，自头到尾拢无开嘴。伊是经济部前绿能科技产业推动中心的副执行长郑奕仁，涉嫌收业者的红包钱扣调查，真相过扣收押禁见。 头日日拖店当然脚步向前，东非建设圣诞的创办人涉嫌污洗，真相后嘛扣收押禁见。另外，是担任公司董事学生，用无瓦含水暗查的，真相过嘛共款收押禁见。 同款嘛，家己包括目睭州嘛涉嫌挹钱互人的太阳能系统大厂丰州能源省州的总经理，真相后以100万交保，检调追查郑奕仁涉嫌收人红包钱施压台电，约谈9位被告，其中台电前副总经理嘛伫咧约谈名单内底。检方调查出，伊敢若涉嫌收2位有用电需求业者红包钱，向台电施压超用电，嘛叫调查出名下干扰不明财产，佮有非法的金流。 涉嫌贪污含水钱，当庭扣逮捕收押。要动手，要动手！交保时，亲戚朋友规大阵斗诈摄影的镜头，郑奕仁的父母2人嘛以被告身份叫约谈，真心过10万交保。事实上，郑奕仁的经历甚人瞩目，伊是前行政院长林俊学生，目前对进入行政院和民进党智库，担任副执行长时，检测离环风电区底开发政策的重要推手。 马扣防治是小英男孩。任何不法的行为，政府已经拿出铁腕，无论是哪一个犯罪，尤其我们最深恶痛绝的绿能犯罪，绝对不允许再发生。丰州能源强调，营运财务一切正常，会配合检调调查。官运顺的小英男孩，如今红压了收人红包钱伫咧做代志，恐惊嘛影响绿能推动的观感。 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